需要帮忙吗 ？Hello， 有乜嘅愛同聽數嘅麼？有乜嘅愛同聽數嘅麼？嘿，請問林家煙樓怎麼走？嘿，請問林屋煙樓愛用嘅行路？嘿，請問林屋煙樓愛用嘅行路？這裡是德勝公壇，順着這條永安路往前走100公尺。要走嘅係德勝公壇，雖然一條遠安路向前行100公尺。要走嘅係德勝公壇，雖然一條遠安路向前行100公尺。右手邊就是美濃溪，過了美濃溪的第一條巷子右轉，右數上就係美濃海，過嘅美濃海嘅頭一條紅嘅右彎，右數上就係美濃海。過嘅美濃海嘅頭一條紅嘅右彎，西側的稻田內就是林家煙樓了。西片上嘅田洞王，就係林屋煙樓。西片上嘅田洞王，就係林屋煙樓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安子 say 哦。好，安子 say 哦。誒，你怎麼會來這個地方呢？誒，你用為了要嫁給呢？誒，你用為了要嫁給呢？我來這裡旅行。我來呀旅行啦，我來呀旅行啦。酷，你來自哪裡呢？酷，你對哪家嘅來呢？酷，你對哪家嘅來呢？我是荷蘭人，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。我係荷蘭人，也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我係荷蘭人，也係我第一擺來台灣。哇哦，你怎麼會想來台灣玩呢？哇，你用過上來台灣了啊？哇，你用過上來台灣了啊？我在念書時的學校課程就有介紹台灣。你看，這是400年前的台灣 Formosa。我讀書嘅時節，好高考場就有寫嘅台灣。你看，也係400年前嘅台灣 Formosa。我讀書嘅時節，好高考場就有寫嘅台灣。你看，也係400年前嘅台灣 Formosa。Formosa。我期待這趟旅程好久了，美濃這裡真是漂亮。我等等也擺個旅行當久誒，美濃也味真係很正哦。我等等也擺個旅行當久誒，美濃也味真係很正哦。我就是在這裡長大的，這裡不但漂亮，還很有文化呢。我從細啊就睇要嫁給他嘅，要嫁嘅唔但唱歌鬧，還歌有文化哦。我從細啊就睇要嫁給他嘅，要嫁嘅唔但唱歌鬧，還歌有文化哦。你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校長嗎？唔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高中麼？唔聽過美濃出博士，鳳林出高中麼？真的啊？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？真嘅，呀附近呢還有乜嘅好搞嘅素材麼？真嘅，呀附近呢還有乜嘅好搞嘅素材麼？很多啊，這附近還有藍山店和紙傘店呢。該度啊，呀附近呢還有藍山店同紙仔店哦。該度啊，呀附近呢還有藍山店同紙仔店哦。哦，我知道。這是美濃的特色工藝，我哋啊，也係美濃嘅通門工藝，我哋啊，也係美濃嘅通門工藝。沒錯，這是客家的傳統工藝。這裡啊，還有金字亭，冇錯，也係客家傳統工藝。亞洲嘅還有金絲亭呢，冇錯，也係客家傳統工藝。亞洲嘅還有金絲亭呢。什麼是金字亭？乜嘅係金絲亭啊？乜嘅係金絲亭啊？金字亭啊，保留了金字習文的文化特色，是特地建來燒字紙的。金絲亭保留為金絲習文的文化特色，係當當起來燒字紙嘅。金絲亭保留為金絲習文的文化特色，係當當起來燒字紙嘅。哦，等會我要好好逛逛。請問你知道哪裡可以吃午餐嗎？該係我昂到聽來，請問唔知哪位有好食煮嗎？該係我昂到聽來，請問唔知哪位有好食煮嗎？
你顺着这个方向去，那边就是美新街，也就是美浓有名的板条街哦。顺呢也在方向行，这片路是美新街，咪是美浓有名的板条街哦。顺呢也在方向行，这片路是美新街，咪是美浓有名的板条街哦。板条是客家人的日常美食，板条是客家人的日常美食咯。板条是客家人的日常美食咯。是啊，你来这里一定要品尝。嘿呀，我要叫的一定会上课呢。嘿呀，我要叫的一定会上课呢。我迫不及待呢，我等不得嘞，我等不得嘞。走，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来去，我帶你去好高的地方。來去，我帶你去好高的地方。